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下新番嘅水光吊扇眼精華，佢 texture 咧係好水潤，好易推開，一啲都唔會覺得油，而且會有好緊嘅感覺，因為入邊有成分 Y50嘅精華，可以令到眼立即緊緻。用嗰陣時記得要搽埋上眼皮添啊，可以令到眼皮有吊扇嘅效果。用完之後隻眼好明顯係大咗好多，仲會升咗上去添。之後慢慢打圈按摩，用完之後好明顯隻眼係變得好水光噶，同時呢有專利成分 EG28，可以為眼眉消血管注氧，所以黑眼圈都會細好多，眉消血管都淡咗好多。之後可以配合埋紅外線儀，由內而外導入。你睇下效果真係變得好誇張，眼又大咗，又提升咗，連眼尾都升咗上去添。而面呢，我就一定用我最中意嘅膠聯水光精華，橙色呢就係我最中意嘅美白，佢可以喺48小時內提升皮膚透明質酸含量200% 以上。我用咗3星期左右咋，真係白咗好多，斑同印都淺咗好多添。佢呢個係美國嘅大小分子玻尿酸，佢可以喺角質層入邊慢慢釋放水分，形成鎖水層，所以會特別持久，好水好光澤㗎。